这几年生态议题正热，亲像这高雄市鸟会，伊是头一摆伫咧山球场进行生态复育。经过要到1年时间筹备，目前复育效果是真好，有发现到78种的鸟仔，其中有3种是台湾特有种，来遮拍球的民众也拢真认同。 一团皮的草包，阁有真侪树仔，有人摕着千里镜，当咧观察生态。这其实是高雄鸟青高尔夫球场，即马已经成做一个生态友善球场。有球友表示，伊拍球的时阵，拢有听到鸟仔声，也有看到真侪鸟仔飞过。即阵有听声，而且天顶阁有咧飞，足侪啊！逐个月的鸟仔的调查，第一个部分。 第二个部分，阮就是改善遮的一寡迄个植栽的环境，比如讲，伊遮有一寡水池啊，较早拢空的，拢无水生植物，所以阮来种一寡浮叶植物。高雄市野鸟协会头一摆甲球场合作，伫高尔夫球场内底进行生态改善工作。鸟会先伫水池种植物，来建植食物链，来吸引鸟类。嘛设置免轻鸡仔，甲用茶器的鸟树，会当互引起后一代。目前拢总发现有78种的鸟类，其中阁有3种台湾特有种，包括台湾竹鸡、果实鸟仔、灰白仔，嘛拢出现伫园区，可见生态保育效果真好。来遮拍球，咱看到树啊，看到草啊，看到花，啊，足侪鸟啊，野生动物的鸟啊，足侪啊。 澄清湖球场的鸟啊，足侪。规档目前安尼9个月调查起来，差不多发现差不多7、80种的鸟仔伫这个所在，啊，其中内底有14种的保育类动物。 特别是猛禽非常多。高雄市鸟会开摆1档的时间来进行场地巡视甲筹备，豆豆啊将环境复育，互鸟啊会当来遮生态。虽然球场鸟变多，不过并无影响球友拍球，因为鸟啊拢会觅伫树林内底，希望未来生态不仅会当继续增加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朝阳高雄报道。